米土，小暖给你跳，因为给温度嘟嘟好。爱的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了解叫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注世界错也很不错，不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医生哦，去啦啦队啊，才好搞的。你打打电话做位啦，用不会参加可以买东西。买个东西啊！谢子毅，好像你同书没交哦。我放在书包去哪？拿到奖啦！小子毅。妈，来做呢？真啊，是你啦。人伫台北吼，很出来，然后设定下露台吼，模范的。冇要紧啦，先吃饭啊，我等下要来讲一下。哎，说落啦。都唔得啦，一定要吃饭。我说时间，唔免假假讲，不如用会见，一定要吃饭。你露台吼，我还忙生呢。哎呀，唔是笑啦，以后我会坐唔稳用噶啦，我来讲一下。你会转来啊？讲咧，你真嘅老豆有空起来，就做得解决问题的冇？嚯，你做嘛干出去啦？出去啦！谢子毅，你做得看 man 的冇啦？嘿啦，你先 man 呐！你冇一练啦啦队，今日就出去食饭，不阿妹欢喜。你还要练，俺弟弟要带埋吹棒啦。好可惜哦，麦子不能跟我们一起集训。早知道叫我阿婆也帮他折一些纸莲花了。其实麦子不能来，可能是我害的。为什么说是你害的啊？
如果那天的表演，我不要因为跟斧头赌气，团人就不会跳下来。那些妈妈也不会因为担心麦子，不让他继续参加社团。烦死了，无聊了，睡觉。被猪附身了，这么快就睡着了。明天早上我们打个电话给麦子吧。干嘛？他是我们的队长，也是队上的一份子，难道不应该关心一下？而且老师说过，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应该要把每一个成员当成自己的家人。哦，那就明天早上打给他吧。你觉得麦子不能来参加集训，是不是因为我在表演那天摔下来？哦，你不要想那么多啦，要怪也不能怪你啊，要怪就怪那记者啦。哪张照片不选好，偏偏选你摔下来那张登在杂志上。啊，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了啦。晚安。晚安。来带帽过来。视察迄较假啦，也甲迄个讲连家嘅，就咧停车场。这谁？妈，你让天色啊？你要露台哦，其实上做轮椅通用哦，难怪上啦。有样。系啊。应该做嘛几天你出没去哦？嘛事情？哎呀，没嘛个太事情啦。哪唔敢讲？应该本麦子去参加训练的。还认真嘞，都要按去砍发机。你点都不疑心的啦，你也讲要做诶。啊，你应该啊！你带上来啦。王老师，晚上我在巡逻的时候看到有人翻墙进来，我还以为是不良分子要进来闹事情。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算了，学生嘛，总是调皮。你盯好他们，不要再给我惹事了。今天晚上事情就算了。我保证一定会管好我的学生。谢谢。好了，走了，走了。谢谢。喂，该衰了。先生，我爱想老唔讲，哪讲过咧？像刘弟啊，在沙团就爱遵守爱听嘅规则，也系水木事件。不管有乜嘅事，听讲你这样讲。阿嫂，妈个，妈个啊！这个奶啊！小天发，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是。你可以和大家一起来集训，真太好了。你有老娘没讲的啊？对啊，我妈昨天来学校的时候还这么凶做这个就臭诶。只有我对你给了解。你翘家啊？集合。怎么都没有看到成哥啊？对，他怎么没来？谢子毅出列。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在微缩，轻盈线一在细细嘅希望。集合。怎么都没有看到成哥啊？对，他怎么没来？谢子毅出列。你违反社团纪律，没有取得家长同意就自行跑来参加集训。青蛙跳20圈，现在开始。那也是很狰狞翘家。其他人开始暖身，温天请带大家做。是，大家面向我为圆，开始暖身，压手，1、2、3、4。阿嫂，睇条钱啊，妈个压好，睇地边训练。这个无你掉了了。爱保证啊，唔等下看到诶，做个平常时训练嘅用诶，无特别咯，做埋准备啊。12、13、14、15、16。
谁啊？谢谢。思琪，加油！怎么办？啊，飞机，你行不行？OK 了。1、2、3、4、5、12、13、14、15、16、17。文山，文山，文山，有尿不？我听说你有带转移。妈，阿嫂，阿嫂，也安尼做，妈个听说要吃了动减少啦，对事情也慢慢蹦出啊。系啊妈，就今年天天阿叔没伫了位啊，你就遵照不卖子出来做户外教学嘛。你要把那些年全部体育，体育不给嘛个？胆腔一片甜，你都全身痛。阿嫂，妈个亚哈，唔但像迄竞技啦啦队员，其他爱出来啊，我听说会好好照顾佢啊。唱上心来。妈，唔是小啦。阿嫂，阿嫂，遐个本啊，也去参加竞技啦啦队家长同意书啊。歹势啊，真钱的哦，迄个七甲签的，要总迄新的，也希望你做你重新考虑一下。我想同意本意成为了3面训练啊。海迪啊，古嫂，你唔是也就决定，等很不忙嘅参加竞技啦啦队，找我搞本来就好嘞，好。妈，这样就先说好了啦。迄公猫嘅地哦，佢做喺留下來，聽做要動翻去啊。生意哦，好。斯卡曼了。好，阿叔拜拜。拜拜。生意哦。阿川，
俺们有讲嘛个梦？娘妹讲嘛个讲会重要，嘛个事情有去甲结听。你拢见了？你知道嘞？娘妹讲，伊将迄唔分10年的时间啊。嘛个意思啊？意思说讲，要不要转去了后，有可能会推啥？怎么会安尼啊？反正吼，这3天来的听说会让麦子好好打拼。老妹，转去了后好好老娘妹哦，讲清楚去甲伊上饭。娘妹会听讲款来，我听说还有几飞啊，错吗？其实，我有一个行先露台。你一定唔知，贵中的时节，我要上过去参加好高的体操队。我是按抽奖哦。阿爸妹我偶像啊，所以麦子冇讲我想，希望去参加竞技啦啦队。一天没输到把样强吧。爱弟，你当然爱到去参加体育活动。故说，我总会一直乖乖读书、读书。不过今日我看到麦子练习的时节，这种发光的目神，我真感觉我当骄傲呢。不论样来讲，其实勇敢坚持行出家嘅路啊。妈，就答应不卖自己去练啦啦队好吗？我相信，这是一件会给快乐的事情啊。从现在开始，你们除了洗澡、睡觉、上厕所，都必须2个人绑在一起行动。擅自解开束脚带或是更换伙伴的，都算违规。违规者各500下浮力挺身。跟上！跟上啊！哎，小心点啊！我不想跟你摔个狗吃屎哎。Care， 这沙滩地真的很难跑哎。用脚尖啊！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阴森，一在细细嘅希望，爱好痛，ความจริง
这个错也很不错。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多，两只猥琐，轻轻声一只细细的希望。看不出你那么厉害啊，好舒服。当然，被我按过都马说赞。可是你的肩膀在女生里面真的算很厚哎。好啦，开玩笑的啦。怎样，舒服吧？我家婆都是这样帮我挖耳朵的。太进去了啦，很痛哎。哦，拍谁了？喂，糖糖啊，亲啊，有卖个事情。无事啦，迄唔迄太家都有去集训啊？哦，走啊走啊，太家都来嘞。哦，你迄唔迄糖豆卖一个事情啊？你差一时去做唔得来呢。迄哦。啊，对了，你老婆隔壁衰慢一样啊？当然起来啊！恭喜恭喜哦！记得哦，下次还有这种比赛，记得一定要找我哦。毕竟我们也是关系亲密的伙伴啊，对吧？你干嘛用这种恶心的声音跟我讲话？哦，没事啦，我很快就会回去了，到时候我再去跟你拿奖品。没事啦，拜。哎，你干嘛啊？我不想跟你一起被处罚哦。已经8点了，我要洗澡。卖了色，卖了色，卖了色，哦，卖了色，卖了色，色。我在这，会吗？我真的。两王八蛋，你也有份啊！
风竞走的方式一起抵达顶坡，限时3分钟，超过就重来。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冯先生，按你迄没听。预备。啊？走啊，小心一点哦，慢慢走，慢慢走，小心，慢慢走，慢慢走，小心哦。生意哦。对，小心，小心。快点，加油啊，大家！小心一点，小心一点。生意。加油！小心哦！没事，我发现了，跌倒就重来，全部回去。大家再一次啊！加油！走，加油啊！小心哦！加油，小心哦，不要踩到绳子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小心！重来。哦。好了，没关系，再一次，加油！走吧，加油！再来一次哦！加油！大家加油啊！加油！加油！Care， 有那么难呢？跟上我脚步好不好？好了，人哦，没关系啊，我们再一次，加油！走了。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好了，加油！加油啊！走，再一次，加油！走啊！来，大家加油！好，小心！我们一定做得到！小心，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就好。好，加油！已经够多最后一次了。哇，小心！小心，慢一点。加油！忍耐一下。快点哦！等一下！听我讲，我想到了，听我讲哦。1是左脚，2是右脚，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听我口令好不好？我们原地先试一下再走。1是左脚，2是右脚，预备，1、2、1、2、1、2、1、2、1、2，可以吗？1、2、1、2、1、2、1、2、1、2、1、2，向前走哦！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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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加油啊！ 1、2、1、2、1、2、1、2、1、2，加油！1、2、1、2、1、2，加油！快到，加油啊！1、2、1、2、1、2，对。 2分52秒。绳子
写下来交给谢老师。明天早上我们不练习，在中午游览车来之前，你们可以在活动中心里自由活动。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的人生，一只细细的希望。万一被老师发现，老师会生气的。你小声一点呐！你配合一下，大家都要走哎。哥，大家要走了。哥，落雨啦，小心一点啦。走，快点啦！走了。冯警长，冯警长，大家全军唔见得咧。哦，真的应该的动作不过来的啦，让他弄破完线。看老师，看老师，那么硬，动作不要。哇，斑马都有哎！动物园呐，非动物园啊！你要走斑马线啊？穿的少了不起啊！哎，红绿灯加红灯哎！贱的，很机车哎！妈，你也穿太多了吧？人家害羞啊，你管人家？不要害羞啊，玩一玩就好。后呆耶！你怎么穿都后呆耶！好呆，好呆！你穿泳衣好后呆哦！好呆哦！好呆，是吧？你好呆！
仔仔，不要那么怕啦，不要站起来啊！都出来玩了，肉那么多，对不对？肉很多，都是肥肉，都是肥肉。长江大地震！大金鱼来了！把金球崛起啊！哦，韩松快哦！哦，注意点！哇，你在干嘛？你在抚摸文色啊？哪有？色熊爽啊！啊！哦，哎，你根本你新眼刀哦？对啊，你今天好有队长的样子哦。没啦，这是我们大家团结出来的成果啊！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办得到？有没有听到啦？连麦子队长都说是我的功劳了，你欠我100块。我哪有跟你赌啊？而且麦子又不是说你，他说我们大家，好不好？嗨，你现在赖账就对了，哈？我哪有啊？你现在赖账就对了。哪有啊？麦子长，你赖账就对了。我不要，走开！哎，我不会游泳啊。我们这样偷跑出来玩，会不会有问题啊？你在干嘛？这是我第一次跟男生出来泡温泉呢。哎，斧头在看你，真的吗？没有啊。喂！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啊？每天跟你绑在一起，我又不是瞎子。一人1包，当做奖品。奖品？奖励你们2个和好的奖品啊！哎，你在找什么啊？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那温泉 DM 啊？我怕找不到，会回不去啦。洪先生，唔是笑啦，海甲迄恐我出去的，迄讲道路嘛有问题哦。点点，班号。那黄老师，你能跟我讲一下，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企业主说？他们教了你什么？其实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指导他们，
是我在引领他们走在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是我在帮他们加油。可是，一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原来其实是他们教了我很多，是他们在帮我加油。其实遇到契尔里德，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他们让我了解到，原来我过去的这么多年，其实不是真正在活着，是真正其实是在逃避一件我喜欢的事情。所以等于是契尔里德重新教我要怎么活，所以他们等于是我现在生存的意义。表演取消，缓解的确很重要，但是你们显然忘了，纪律也一样重要。可是，就算东东虎不同意，我们大家可以偷偷来啊。不行的。那个真经治唔错，咱有心爱过一过，希望先生做得本来就一百几飞，本来就松腿表演，拜托。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其他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上的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给你封口，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爱母咪，谁爱母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To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黑的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爱做过。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听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我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係愛需要快鐵嘞，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親愛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最後係的hardcore。講的夢唔錯，我是不愛做過。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有沒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差不多了啦。高总好，哎，你好，向高中做的简单说明一下你教育理念。好，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说让。我们最中心的逻辑是说，能够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有办法发挥他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各自的小朋友能够有分开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大概是我们整个学校最中心的理想的想法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所有的人进来到我们学校之后，都能够有一个各自最好的照顾，然后有一个最好的发展，大概概念上面大概是这样子在走的。是。咁过来请教高中哈。怎样的本日就有梦想的学生诶，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是，其实我们学校其实原本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人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他自己发展的余地。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啦啦队一样，其实每一个参与啦啦队的小朋友，原本都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一个梦想。那我们就是提供这个机会，能够让他们去实现这个梦想。那对其他的，我们不管是各个社团也好，职业类科的学生也好，其实还有甚至于我们就是广大的我们年轻学子们也好，其实我们都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立定一个梦想，一个想法，然后去实现。那么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见得是要看到最后的成果，而是在追踪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所学到的才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全国的年轻学子们都能够有一个梦想，然后朝这个梦想前进。谢谢。祝梦高中，安子 C， 谢谢。